Hello，大家好，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黃金價格尋日最高係去到1367美元，呢一個自7月11號以嚟一個嘅高位水平。金價尋日除咗係跟住歐元對美元嗰個嘅走勢而運行之外啦，金價能夠上到去1367美元啦，都係有一個資金流向嘅因素所帶動嘅。原因就係尋日歐美股市都係有一個幾大嘅回吐整固。我哋可以睇翻美國股票市場經過一連串嘅屢創高位之後咧，都有翻一個回吐嘅走勢。而呢一個嘅回吐整固咧，似乎都只係啱啱開始嘅啫。咁因此喺資金流向嘅因素繼續對個金價有個動力嘅時候咧，金價應該可以有一個更上一層樓嘅走勢嘅。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可以睇下嚟自避險角色呢一個嘅因素對個金價會唔會有更多嘅動力？咁尋日都講過㗎啦，澳洲央行尋日就將佢哋嘅基準利率由1.75厘啦下調到落去1.5厘。呢一個嘅動作亦都係反映出澳洲嗰邊嘅經濟前景都唔係咁理想。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增加咗投資者買入黃金作為避險工具嘅一個嘅要素。另一方面啦，英倫銀行聽日會有最新一次嘅貨幣政策會議，市場上都預計英倫銀行今次有機會係減息。如果英倫銀行喺聽日有減息嘅動作嘅時候咧，亦都係代表到英國個經濟前景都唔係咁明朗，唔係咁正面嘅時候咧，亦都會係增加咗黃金作為避險工具呢一個角色，所以咧對個金價亦都係會提供一個嘅動力嘅。金價短期間嘅範圍應該會喺1346美元至到1379美元呢30零蚊嘅範圍走動啦，可以喺個金價一個回吐嘅時候貼住1346呢一個位睇翻上去嘅時候咧，就應該會係一個唔錯嘅策略嚟嘅。好啦，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再會。